隨住粵港澳大灣區嘅迅速發展，能夠喺客戶穿梭於各大灣區城市時，提供無縫優質嘅門診醫療服務，越趨重要。大灣區智通行門診計劃，正係針對呢個越嚟越龐大嘅需求而設計，跨越地域界限，匯集大灣區各城市嘅優質醫療服務，提供多元化門診服務，守護你以及你家人嘅健康。為咗方便大灣區智通行門診計劃嘅客戶可以迅速連接醫療網絡，預約診症服務，我哋提供網上預約平台，客戶使用合適嘅裝置以及預先下載並設置好以下應用程式，預約及會診過程自然更暢順。登入 FWD eServices 應用程式，點按預約大灣區智通行服務，點按確認並繼續，以確認你明白預約平台僅支援透過微信應用程式登入，及呢項服務由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提供，並同意前往其網站進行預約。點按打開小程序，以透過微信應用程式開啟大灣區醫療集團平台嘅小程序。點選圓圈，以表示你已經閱讀並同意有關隱私及服務協議，然後點按以你的手機號碼註冊，選擇地區號及輸入手機號碼，點按下一步，然後點按獲取驗證碼並輸入，再次點選圓圈，然後點按登錄，點按開始，輸入使用者嘅英文名字、姓氏及保單號碼，點選方格以表示你已經閱讀並同意有關聲明，然後點按認證，揀選使用者，然後點按綁定，將使用者綁定至賬戶。如屬家庭計劃，你可以睇到晒保單所保障嘅所有使用者，並逐一綁定至賬戶。補充相關使用者資料及確定資料正確無誤後，點按確認。如需認證其他使用者，可點按認證其他使用者，否則請點按不需要立即使用。你已成功註冊。點按以你的手機號碼快速登錄，點按註冊時提供嘅手機號碼，你可以開始使用服務。選擇預約視頻問診，選擇地區中國大陸或中國香港。如選擇中國香港，將出現兩個選項：大灣區醫療集團及 DrGo。選擇後，點選方格以表示你明白此視頻問診只限香港境內使用，並確定與醫生進行視頻問診時，你本人身處香港境內。如選擇大灣區醫療集團嘅網絡視頻問診，可直接選擇醫生，然後選擇會診日期，即係可預約嘅日子，然後選擇時段，再按下一步。選擇病人，輸入症狀及諮詢內容，例如病徵、身體狀況等。請使用中文填寫地址，以便安排藥物配送。選擇醫療計劃，如顯示自付費用金額，診症結束後需完成支付，以免影響下次診症。點選方格，以表示你已經閱讀及同意視頻問診服務相關嘅條款及細則。點按提交預約，並等待確認。預約成功後，請按預約嘅日期及時間進入診室。診症後，你需透過大灣區醫療集團平台線上支付自付費用。可以使用嘅支付方式包括微信支付、PayMe 及轉數快。如果選擇中國大陸嘅預約視頻問診，程序大致相同。如選擇 DrGo 嘅網絡視頻問診，請點按去問診，點按複製專屬客戶計劃編號。登入後點按睇醫生，然後選擇其他地區保健計劃，選擇大灣區醫療集團，貼上所複製嘅專屬客戶計劃編號，
然後點按連結，你就可以見到計劃所覆蓋嘅醫生進行預約。大灣區醫療集團平台亦提供普通科醫生面對面診症、中醫師面對面診症及牙科護理等預約服務。普通科醫生面對面診症及中醫師面對面診症嘅預約程序相似，首先選擇診所、會診日期及時段，填寫埋病人資料就可以提交預約。至於預約牙科護理，喺選擇咗診所之後，你需要輸入聯絡電話，選擇會診日期及醫療計劃，然後提交預約。一般情況下，客戶服務會喺1個工作天內回覆客人嘅預約要求。除咗透過平台預約，客戶亦可以聯絡客戶服務預約以上服務、化驗及診斷成像，以及大腸鏡檢查權益等服務。詳情請參閱客戶服務指南。客戶使用平台時，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，都可以聯絡客戶服務熱線㗎。